我叫大希哥，我喺大概2011年咁上下啦，就開始喺播道兒童之家嗰度咧做義工。我叫阿峰，喺播道兒童之家係小四開始住嘅，大概住咗8年。2011年嗰陣時咧，我就其實喺內地服侍完一啲流浪兒童，跟住完咗一個服侍，跟住嚟到播道兒童之家，其實好想喺當中學習下點樣去同小朋友去相處嘅。阿卓峰入嚟嗰日咧，第一日咧，我喺度啊，我見到卓峰咧，我就不停流眼淚，因為我睇見咧，自己好多拆位嘅工作，但係咧，我喺度一路經歷嘅時候，我睇見係阿神一路喺度咧，去祝福翻佢哋，一路咧係歸還翻咧佢哋原本神俾佢哋嘅嘢。我細個嗰時咧，佢每一晚都會同我祈禱嘅。你有咩想求天父啊？咁佢就講一個字啫，卓峰好少講嘢。佢話高，我初初以為講英文嚟，佢話原來想高啲。咁如果神真係應允佢，要我高頭望佢。咁而家大個睇翻起咧，覺得第一個影響我嘅嘢就係點樣着重一啲好深刻嘅嘢咯，多過一啲好短視、好世俗嘅嘢，所以係有一個好心靈上好長遠嘅影響咯，幫到我。頭先一入到嚟錄影嘅時候咧，我睇見出邊啲小朋友喺度玩咧，就哇勾起我好多以前喺播道兒童之間一啲做義工嘅記憶，特別即係當時同卓峰一個更加長，即係一啲比較長嘅關係啦，係好豐富咗我嘅生命，係神祝福佢哋，亦都藉住佢哋咧祝福我哋，係好感恩嘅一個感覺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